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是到暑节连假上尾一天，天气真好，真侪人要出门行搭。若即礼拜到中秋嘛，拢是好天。提醒乡亲就要注意降温，过道会落西北风。这份好天的天气，有人出门运动，有人出门行行咧。气象署表示，像这款的好天会一直到中秋节。虽然天气稳定，不过气象署嘛提醒，有要出门的人爱注意高温，尤其大台北地区、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，山区爱注意过道雷公雨。气象署拜一也发布高温资讯，西半部高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3至35度，东半部约31至32度。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有机会出现在大海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，都不排除有机会出现到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情况。另外，伫台湾南边、菲律宾海面上有热带扰动，未来敢会形成热带低气压，也是加做风台。气象署讲爱继续观察。但目前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中秋之前天气拢真稳定，民众免烦恼。可能有一些热带冷发展，不会那么快就直接影响到台湾。不过在中秋连假之后的天气，可能就要留意后续热带冷发展的情况。气象署表示，虽然这礼拜拢是稳定的好天，但是海边仔有可能会出现长影。有要去海边仔的民众爱注意安全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